一啲零食、嘢食、衫咯，買衫、波鞋嗰啲啊，波鞋或者可能淨係買個盒咁樣都攞嚟儲咯。日常用品、盲盒。可以記帳咯，了解翻自己每個月大概有幾多支出係使咗喺度。睇一睇網上嘅評價先嘅，睇自己需要嘅量去買，我覺得會比較好。一個月 set 自己，譬如可能買玩具，可能100蚊左右就唔好超支咯。放入購物車放一排，放幾個禮拜，再睇下自己係咪真係想要。將電子支付嘅一部分嘅錢，可能現金咁樣就放喺屋企嗰度做儲蓄，咁樣有一部分就係用嚟消費。盡量唔打開個 app 睇咯，就係將呢筆錢落去銀行儲住咯，固定定期啊。好開心嘅，同埋升級自己啲武器，同同學一齊打機嘅時候，嗰種優越感會打贏咗同學會開心啲咯。充咗錢之後有皮膚用咯，會靚就會覺得爽。即係用錢買時間咯。為咗遊戲體驗可以好啲啊，勁啲啊！即係體驗一下呢啲新鮮感咯。我覺得要衡量下自己有冇一個能力咯，即係唔好人哋講話咁樣投資就抌晒啲錢落去，其實好冒險。要避免低風險高回報嘅投資，咁就唔好墮入呢個投資騙局度啦。我覺得要睇清楚，唔好佢講咩就信咩，自己都要有自己嘅判斷方式嘅，同埋都要睇清楚佢上面嘅資訊係咪正確嘅。網絡上邊都有好多人去投資啲咩啊，就要小心係咪詐騙嗰啲嘢。創作即係可能寫文章，去做一個 YouTuber，又咁樣類似做自媒體咁樣。而家好似 YouTuber 都係好興嘅一個賺錢嘅一個職業嚟嘅。自媒體嗰啲咯，打機咁，我覺得有好多種唔同嘅嘢嘅，可能剪片，你有電單車牌你可以送下，時間係自由噶嘛，咁睇你點樣用嘅啫。都要諗清楚你自己係咪有呢個創作嘅能力啊，去負擔到你未來嘅職業咯。